俺年就70高个呢。哦，这车，咱把那个村凳子过那里呀。咱把那这个弄拉子的，咱等咱把那个单啥的，那俺们去哈米做，恁的日吃的，啥钱的娘啊？等你，咱同这娘同那里呀，那老人的就打起去过那个。哦呀。在青藏高原东南边缘，四川盆地西北部，风光秀美的壤塘县卓然于世，是天地间一片超凡脱俗的玄天净土。6863平方公里的壤塘大地，耸立着60余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。香拉东脊山为壤塘第1高峰，是格萨尔王传说中的圣山，人们敬仰朝拜，净化心灵。海子山环抱35个高山湖泊，一个个湖泊犹如明镜镶嵌在群山之间，湖光山色，亿万年地壳变迁遗迹赫然眼前。幽深的野人大峡谷神秘奇异，细雨霓虹，暗夜星光，壮观景象时常可见。南默切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被誉为天然水库和天然物种库，与泽曲河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同为壤塘亮丽的名片。它们是壤塘众多河流之源，滋养着草原、森林，形成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。生态壤塘是动植物基因宝库，更是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。红豆杉、紫果云杉等200多种珍稀植物茁壮生长，黑颈鹤、白唇鹿等珍稀动物繁衍栖息。壤塘人崇敬自然，赋予他们神性的品格。山是神山，水是圣水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追求美好生活的壤塘人民，用智慧建造自己的家园，用美丽装点自己的生活。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，尽显民族创造力的深厚根基。日斯满巴雕房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，雕房依山顺势，9层重楼，被誉为藏族民居之王，历经300多年风雨，仍巍然屹立。修卡玄天藏寨雄踞100丈悬崖，星空之下月光辉映，宛若天宫雕琢。克久民房、嘎多民房，一村一韵，一寨一景。壤塘的民居风格各异，百态千姿。壤塘的节庆活动精彩纷呈，一年四季接连不断。看花节、晒佛节、马格文化节、壤巴拉节，欢乐的气氛总是伴随着壤塘人生活的节律。每逢盛事，男女老少精心装扮，跳起欢乐的锅庄，唱起祝酒歌曲，酥油茶、手抓肉、
请喝酒，传统饮食风味绝美，丰富的民俗活动引人入胜，幸福感、获得感真情洋溢。壤塘是欢乐的人间福地，也是藏传佛教的圣地。悠久的宗教历史孕育了璀璨的文化，金碧辉煌的寺院，气势恢宏的佛塔，每一处建筑都是艺术的杰作，惊世的创造。棒托寺39座佛塔构成壮观的佛塔博物馆。棒托石刻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，50万片石刻大藏经呈现石经文化奇观。夕阳下，藏区最美的庙雕群增克寺和彩塔林光彩夺目。世界唯一的觉囊文化中心，3万多卷藏经，卷帙浩繁，1000多件文物，件件精美。遗存数百年的壁画、唐卡堪称艺术经典，价值连城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觉囊梵音被称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。梵音袅袅，鼓乐声声，身临其境，犹闻天籁之音。历史曾经关上了壤塘通向外部世界的门，却培育了一片文化净土，打开了壤巴拉文化积淀这扇窗。保护传承自己独特的文化，以文化产业发展引领百姓脱贫奔小康，成为壤塘走向未来的路径之一。26个非遗传习所为壤塘非物质文化遗产薪火相传，助推佳丽。非遗一条街、觉囊文化公园，提升百姓文化意识。觉囊文化等9个传习所落户上海，壤塘唐卡亮相博鳌论坛，奉为国礼艺术精品，走进欧洲。石刻、唐卡西博会上荣获金奖，山歌、藏戏唱响全国，坚定了壤塘的文化自信。植根于深厚历史的壤巴拉文化，越来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。坐拥举世无双的自然生态，传承悠久厚重的民族文化，充满生机活力的壤塘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。国道、省道、县道、乡村道路如网络覆盖全县，四通八达。神奇天路翻山越岭，边远山村天堑通途。电力、通讯与时俱进，产业发展振翅欲飞，教育事业硕果累累，壤塘儿女人才辈出。医疗卫生紧跟现代化脚步，为群众撑起健康保护伞。旅游产业方兴未艾，吃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成龙配套不断完善，藏家乐、木家乐蓬勃兴起，八方游客好评如潮。乡村面貌日新月异，居民新村环境宜人，设施齐备，美观整洁。城市建设突飞猛进，高原临海秀城流光溢彩，一城两县三地的蓝图正在变成现实。60多年沧桑巨变，
60多年砥砺前行。壤塘人民感恩奋进，把壤塘建成了宜居宜业的吉祥之地。人们住在壤塘有安全感，活在壤塘有幸福感，干在壤塘有成就感，说着壤塘有自豪感，走出壤塘有留恋感。家乡情怀、家国情怀与日俱增。生态的壤塘，多彩的壤塘，文化的壤塘，现代的壤塘，迎着新时代的阳光，壤塘满载希望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